好早嘅階段咧，我係有信心入到最後嘅。但係一路玩到去，即係你睇我成績都知道起起跌跌得好緊要。我係真係覺得冇㗎啦，我真係入唔到嘅。尤其是喺呢4次嘅累積分數嘅回合裏邊咧，我基本上有2次嘅表現，我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嘅。去到準決賽，我係本住輸嘅心態盡地一鋪，最後攞到 MVP 對我嚟講係好大嘅鼓舞。今晚嘅登峰之戰，我決定放開心情，呈現翻我表演時嗰種激情同埋快樂。中年好聲音6強，我係吉吉周吉佩。我越來越愛你，每個眼神觸動我的心，因為你讓我看見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，未來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，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。沉默的聲音，仿佛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就讓我再說一次 I love you。這一輩子去愛你，從今以後你會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。Forever love。吉吉，我要讚下你啊！你頭先唱成隻歌都冇望過你老婆，我見到。係啊，唔敢望啊！望住邊度咧？係咪又係望住啲評判？究竟佢哋係點俾分法咧？係啦，望住阿媽咯，頭先有。係咪啊？醒啊你！咁我偏偏就唔問阿媽意見，我哋就先問你話 B 哥哥。哇，非常之好！咁啊，自從佢上一次同我睇咗佢同阿 Pat 和音和得咁好之後咧，我覺得佢自己嘅歌藝都有進步啊，收放自如啊。咁如果你叫我即係要夾硬講少少，可以再提升一啲咧，就覺得高音嘅部分有一度有少少瑕疵，同埋可以再爆啲咯，唔緊要咧，即係已經係非常非常之好啦。嗰個冇辦法決賽啊嘛，所以好揾爆呢個歌。我明白。係咁好啦，咁啊，周國峰咧。我覺得阿吉吉咧之前嗰幾集都係患得患失㗎啦。咁今日睇到個歌單咧，佢要唱王力宏嘅歌咧，我係好替佢擔心㗎。點知喺你嘅聲音同呢個王力宏嘅呢首《Forever Love》嘅配合之下咧，你把聲係顯得好靚喎。今日你一個表現嗰個狀態咧，係我見過應該係咁多集裏邊最穩定最好嘅一集。多謝多謝早晨。阿 Clayton。
係，我想補充一句，吉吉，你今日條紅色底褲發揮緊作用啊！係啊，睇到㗎，係啊。你老婆煲咗啲咩靚湯俾你？今日點解一個比一個靚聲嘅？好啦，咁啊睇下條紅色底褲發揮到啲咩作用，望啲分數先。尾數係1。91分，一個高過一個喎。咁樣就係啦。真係登峰之戰嚟喎嚇！恭喜晒你啦！我就真係替跟住落嚟嘅選手咧，就有啲緊張啫。係。係啦，咁我哋不過呢個第一階段都慢歌嚟嘅啫，係咪？咁其實仲有快歌啊、自選歌噶嘛，係咪？咁啊嗱，吉吉就唱完你嘅歌啦，跟住下一位歌手將會邊位要唱咩歌咧？睇睇。差1分鐘天就黑晒，無需急於趕計成敗，光陰好比閃電飛快，想開心應該去街，不必將音量收細，黃昏的燈飾風裏搖曳，迷食小 headphones 亮着安慰，許終不肯安放原位。明日只在遙遠，世間正在轉。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？ 明日只在遙遠，一切在轉。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？ 應該點起衝動心態？搖擺的風中起舞無壞，新的招式雖是古怪，此刻的心中卻 high， 不必將音量收細，黃昏的景色充滿明麗，讓你的小腿彈着起舞，心底的歡欣也流露。明日只在遙遠，世間正在轉。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？ 明日只在遙遠，一切在轉。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？ 何月睇？陳步禮，唔願制，藝術費司空吻惠，神合體，全部都起舞將腳遞，扭腳另計。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？哇！犀利啊！周吉佩嘅跳舞街，過嚟先，吉吉。最犀利係由呢邊嘅跳舞街跳到去嗰邊，我都見到有幾個姐姐喺度跳舞街啊！又跳咗幾條街啦，咪就係。好啦，我見到阿媽好似好大意見咁，肥媽。嗱，我哋同阿伍仲衡老師啱先講嘅，佢點解咁低啊個 key 佢可以唱高啲？我話你好少跳舞啫，伍老師一路跳一路唱，個 key 一定低啲㗎。我跳過舞嘅喺 Star Hall， 你唔知嘅。跳過幾多次啊？跳過1次。而家即刻出嚟跳嚟睇睇。冇，時間關係，時間關係。喂，吉吉啊厲害喎！係啊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喂，我講下嚟，嗱，好好睇啊，好好睇。係，喂，靜一靜先，冷靜啲先。伍 Sir 講講。周吉佩，你好有聲味啊！你今日係最有聲味，跳都 OK， 但係我覺得你快歌唔夠 energy 啊，完全係因為你個 key 太低啊，冇乜 energy 啊，所以其實 OK 嘅。咦，好嘢！講完個頭個尾，原來冇嘢喎。係喎，冇嘢㗎，你着條紅底褲係啱嘅。係咪啊？掂啦呢次。